鹿耳门圣母庙，全名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位于台湾台南市安南区，主祀天上圣母妈祖，是台湾南部重要的妈祖信仰中心之一。因其仿北京紫禁城的宏伟建筑，而有台版紫禁城之美誉，与大天后宫、四点五庙、大观音亭并列为台南四大庙宇。每年举办的土城宰香更被列为台南市直辖市定民俗及有关文物，为南瀛五大乡中最晚形成者。历史：1719年初建，名为鹿耳门妈祖庙。1918年重建，改名为保安宫。1981年再次重建，定名为正统鹿耳门圣母庙。2013年土城宰香被列为台南市直辖市定民俗及有关文物。建筑特色：鹿耳门圣母庙的建筑仿北京紫禁城，雄伟壮丽，主要特色有：主殿供奉天上圣母妈祖，气势恢宏；南北两翼分别为观音殿和福德殿。后花园山水楼阁设计典雅精致。重要活动：土城宰香，鹿耳门圣母庙的重要祭典，每逢丑未年举行，届时场面盛大，吸引众多信徒参与。元宵节花火，每年元宵节，鹿耳门圣母庙都会举办盛大的花火表演，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。交通资讯：地址：台湾台南市安南区城东里成安路160号。电话：06-257-7547。